大家好啊，唔知有冇好似我咁樣重倉咗黃金嘅朋友仔啊？由1月尾大跌，聽講話係40年一次嘅大跌幅，又到5·15勞動價之前咧，都陸陸續續喺度跌緊嘅。將我嘅資產一路都喺度縮水，有個心就一直喺度滴血，因為之前好盲咁跟風咗國內嘅投資大神啦，人哋叫買就買，叫做 T 就做 T 喎，就導致咗最後都係一樣被套嘅，仲錯在咧將所有嘅資金都壓晒落黃金度，即係成籠雞蛋都放晒入個籃度，導致咗輸咗錢之後就輸得金額比較大啦，然後慢慢都翻唔好。依家咧就痛定思痛，就決定揾新嘅投資賽道啦。近排科技嘅板塊升得有得高，唔係好敢入，但係我又見到關鍵一點就係科技再旺咧都離唔開電力㗎。又踏入咗夏天之後，用電量都會越嚟越大喎，所以我非常睇好電力嘅板塊。我就揀咗十幾隻嘅電力股，然後仲特登用奇門遁甲推算過，最後咧鎖定咗華咩聊咩呢隻股。我放假之前就入咗手㗎啦，依家5·1假期翻嚟之後咧就食咗2個漲停板，不過我今日已經沽咗啦，等佢回調再揾機會入場啦。